李儿啊，啊，师父，通过学习，你都感悟到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世间万物都应守其根本，不应被后天之欲所迷。如果迷失了本性，就容易产生各种欲望，进而生出各种争端。所以，人就应该清心无欲，方能不迷失根本。好，你说得好，但这还远远不够啊！你要明白，天道运行，皆出于自然。李儿啊，你要记住，人行于世，要去欲还本，回归自性，顺应自然，清心寡欲。是，师父，我记下了。李二哥，李二，师父，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该来的总归要来，你回家去吧。师父，可我还有好多知识没学完呢。知识是学不完的，天地大道要不断学习，慢慢的体悟才行啊。那好，师父，那我就先回去看看，再来继续学习。你不必回来了。师父，那我何时才能见到您呢？你若心中清净，无志无欲，广布善行，救助他人，我就如同在你身边。师父，孩子，你要记住，人世之间，万事自有定数，万难自有解数。好，你去吧。是，师父。童心，童心，雷尔哥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村里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别急，慢慢说啊。村里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曲仁里给洗劫了，杀了好多人。我爹，我娘。还有你爷爷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呢。童心，别哭啊！走，咱们现在就回去。把他们给我带过来！走，快点，进去！图和，图和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说你呢？啊！出来！师傅，爹，师傅，没事。还有你也给我出来！呸！来啊，给我抓上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松开！松开！把他们两个拉出去砍头！诺！大将军。不能杀人的，大将军，大将军不能杀人啊！武宣，得想办法救救百姓，要这么下去全完了。是啊，再不救全完了。可是我有什么辙呀？你是一里之长，你没办法，我能有什么辙呀？二哥，怎么办啊？就我们2个人也救不了全村百姓啊！别着急，咱们呢先看看情况，再想办法。好。
看那边有火光。知道这群强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吗？不知道，我看他们都穿了宋军的衣服。你不想死是吗？哎，将军饶命！好，你不想死，就用这把剑，给我杀几个人，杀了他们，我就放了你。哎，这，怎么不敢杀？我杀！那我先杀了你。我杀！快杀！杀了他就放了你。快杀！快点！咱们快走，不知村里怎么样了。我爹回村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也被抓了。哎，好像有人来了。啊，是，是童心的声音，还有李尔哥。不可能，童心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李尔上隐山求学去了。真的是他们两个的声音。好像真的是李儿的声音呢。我去看看。你去看看，千万小心。哎，头儿，小心点啊！行，爹，你放心吧。哎，那我去了。哎，去吧。哎，孩子，别让当兵的看见了。慢点儿。谁？童心，是我。马童。李二哥。马童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爷爷和村里人现在就在坝下，走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好，带路，快走！住手！你怎能亲手杀乡亲们呢？你太狠毒了！不能杀人！不能杀人！你不能随便杀人！不能杀人！李儿，孩子，你可回来！爷爷，李尔哥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吴爷爷，那些杀害百姓的士兵，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吗？他呀，是宋国的败将司虞，让项须打败了，跑咱们这儿来了。那现在村子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李二哥，刚才我偷偷去了村边，看到那些士兵把百姓们全都押到祭台上去了，说是要把他们全部杀掉。什么？你看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必须立刻救出百姓。是啊。怎么救百姓啊？这样，你说，我先去拖住他们。啊，马童，哎，我交给你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。100张宋国士兵从西北到时候再攻过来，去吧。爷爷，吴爷爷，我们这样，怎么样？这是。好，都听明白了吧？哎，听明白了。哎，那就依计行事啊。哎，我先去了。孩子小心呐！啊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救百姓性命要紧。我也去。哎呦喂，你添什么乱呐？不行，我要跟李二哥一起去。哎，不，童心，这孩子，爷爷去嘛，你去只能添乱。好了，别吵了。现在呀，只能按照李尔说的这个办法，咱们各自行动了。好，记住啊，胜败在此一举。是啊。不能杀人！不能杀人！朱颜，你伤害同村百姓，也是人呐！都给我闭嘴！你杀不杀？你不杀他，我就先杀了你！我杀！快杀！我杀！住手！不要乱杀无辜！这是谁？
是啊。丽儿回来了！丽儿回来了！是何人？要管本将军的事儿。你就是宋国的叛将司虞吧？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还在这里逞什么威风？还不快把百姓都给放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并不重要。你呀，还是保命要紧。哼！你小子别在这故弄玄虚，快说，不然我连你一块杀！我是要来救你的人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？你来救我，我还用救？胡说八道！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！今天我先杀了你，看谁能救得了你！别伤害我，李尔哥！哎，这是童心啊！童心人，哎，童心怎么来了？把他给我抓过来！诺。来者何人？我是从雪原里来的，有急事要禀报苦衣大夫。你有何急事？宋国叛将司虞带兵在雪原里作乱，要杀全村的百姓，快派兵去救雪原里的百姓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跟我来啊！童心，娘！将军，我看这小子相貌奇异，言语不凡，不知是何来历，不如先搞清楚再说。你说来救我，怎么救？你身为宋国的叛将，却在这里滥杀百姓，若不速速逃离，不到1个时辰，必定死在此地。你看那边，宋国的军队正在到处找你，很快便会来到此地。你再看那儿，这里可是陈国的疆域，你却在这里滥杀陈国的百姓，陈国的军队随时都会来剿灭你。将军，这小子说的倒不无道理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。怕什么？本将军九死一生，什么时候怕过死啊？我先把这些百姓杀了，再做不迟。把这姑娘给我带上来。上去，你上去。好漂亮的姑娘！别碰我！别动她！哦，原来你们是一起的。笑什么？狗将军！西门亮，末将在，将姑娘们带走，其余的一个都不留。诺。别动手！我有话说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依仗着有刀有剑，滥杀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岂不是为天逆道？如此作恶杀人，必无善报。就算你们把这些百姓都杀光了，那又如何？宋国的军队就不来剿灭你们了吗？陈国的军队就不来围攻你们了吗？死到临头，竟然还如此嚣张！啊！你们看那边，宋国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们身后了。将军，将军，是项虚，是项虚杀来了，咱们快走吧！慌什么？再看那儿，陈国的军队也出现了。将军，快走吧，你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将他们2个一起带走。那百姓呢？不管他们了，走。来人呐，押走！走。
童心，走了，童心，童心，走，童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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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韩子良，乡亲们，怎么不能让他们把李尔和童心带走啊？咱们一块去救他们！走，对，救他们去！走，去救他们！快去救他们！师傅，走，快！我思雨堂堂一个大将军，如今却落得像个穷寇一样。将军莫灰心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待我们喘口气，再报仇也不迟啊。将军，你看，前方有个院落，士兵们跑了大半夜了，不如去那儿歇息一会儿。好，我们走，走，跟上。停！百姓们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前面的涡河岸边，马上就到了。大家都给我加快脚步！把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。是，走。将军，外面没有追兵。好，严加防范，有动静马上禀报。弄。今天多亏了你救了我们，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呀。呸！别冲动，等我喝完了水再收拾你。爷爷，哎呀，你怎么跟来了？我要去救李尔哥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是不是？哎呦，小心！哎，爷爷，好像是马童。秦阳是自己人，是吗？是的，是马童啊！原来是你呀！爷爷，这是陈国的都尉韦文。韦都尉啊，李尔和童袭让他们给抓走了，在哪儿呢？快去救他，就在那边。走。拿开你的狗爪子！别动他。还挺硬。将军，我看这儿也挺安全的，我们能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好。不好了，将军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将军！陈国的军队杀过来了，现在已经把这儿给包围了。啊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冲！快追！快点！将军，弟兄们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杀！杀！将军，我们撤吧，敌人太凶猛了。逃！
别跑！头七，头七，快追！快！李二哥，李儿，李二哥，同心，同心，同心，没事了啊，爷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孩子没事吧？娘，没事。李儿啊，这回多亏了你呀，救了全村的百姓。我这里代全村的百姓向你行礼了。哎，吴爷爷，不必如此，救人危难是每个人应尽的职责，更何况是救同村的百姓呢？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哪位是李尔？我就是李尔。我是陈国都尉韦文。李尔，你救了曲仁里的百姓，我要笔名陈功，嘉奖于你。这是我应尽职责，不必嘉奖。你小小年纪，居然有如此的智慧与胆识，非成人能及也。李正，这次击退贼兵，你功不可没，也得嘉奖。这都是李尔的功劳啊！我，惭愧呀，惭愧。李尔哥，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童心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李尔哥，你去隐山那么长时间，我去找你好多次都找不到，为什么这次一找就找到了？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天意。李尔哥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你也是。我也是。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你真傻，因为我们都长大了呀。启禀君上，臣有好消息禀报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啊？寡人每天听到的，不是楚国催要贡品，就是宋国催要疆土。哪儿还来的什么好消息啊？今天确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陈国之所以成为楚宋附庸，就是因为缺乏人才。如今在我陈国境内就有一位大智大慧的年轻人，此人虽年纪轻轻，但智慧超群。几日前，他曾智退宋国叛臣司虞，解救了全村的百姓。若能启用此人，是我陈国之福啊！此为何许人也？他怎样退的宋兵？此人是苦役曲仁里人士，名叫李耳。宋将司虞妄想自立，宋左师项须将其打败。司虞残部败逃至苦役曲仁里，在曲仁里是烧杀抢掠。司虞他把全村百姓赶至郭河边，准备一一杀死，并利用同村一位叫祝衍的巫师残害村里百姓。这个祝衍只顾自己活命，不顾乡里之情，举剑便砍杀百姓。危难之际，一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，名叫李耳，
施巧计吓退敌兵，并派人到苦役县城去送信。苦役都尉带兵将司虞残部全部歼灭。如果没有李耳，恐怕曲仁里将血流成河了。是，此事当真，千真万确。那司虞英勇善战，将我陈国军队打的是节节败退。如今，他竟被我陈国一个年轻人所败。看来这个叫李耳的，非同常人呢。君上，按陈国礼法，应对李耳予以重赏。此人是难得的人才，传命下去，赐曲仁里李耳额匾1副，锦缎50匹，由苦役大夫代寡人赏赐。诺。还有，孔大夫回来时将此人带来，寡人要亲自见一见这个李耳。那个巫师不顾乡里之情，为苟全性命，试图杀害乡里，要对此人严加治罪。诺。这个巫师太坏了，平时我们对他百依百顺，要什么我们给什么，这次为了活命，竟然残害乡里百姓，太不像话了。我看他就是一个大骗子，坑害了我们这么多年，一定要惩治他。对，一定要惩治他。对，李正啊，这次你可要为百姓做主啊！对，必须要对这个驻眼进行惩处，但具体怎么惩处，还得再商量商量。这还商量什么呀？按族里的规矩，像他这种克害乡里、做尽坏事的恶人，就应该用火烧死他。对，烧死他！烧死他！对，烧死他！干什么？你克害乡里，还杀害本村百姓，按族规，今天要将你烧死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捆到村头大树上。对，带走，走，别管我爹，爹！乡亲们，烧猪眼了，快来看呐！乡亲们，烧猪眼了！乡亲们，快来看呐！快来看呐！来走。李二哥，李二哥，童心，李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去看看吧，那个坏巫师被乡亲们绑在村头大树上，要用火烧死呢。他们为什么要烧死驻眼？他坏了族规啊！那天在祭台挥着司虞的剑要杀乡亲们呢。李二哥，难道要烧死那个坏巫师，你不开心吗？李二哥，李二哥，李二哥！哎，婵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李二哥，求求你，快去救救我爹吧！你先起来再说。就在那，带我去。哎，你这个坏蛋，坑害我们百姓，还要加害于我们，你这是报应，罪有应得，烧死他！对，烧死他！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如此吵闹？走，我去看看。李正大人，各位族老们，求求你们救了我吧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没有以后了。按照族里的族规，你们去点火。烧死他！住手！
是孔焕大夫来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举人里李正、武宣给孔焕大夫施礼。这里到底怎么了？孔大夫，我们正在执行族规，对坏了族规的驻眼实行惩处。驻眼，就是那个为了自己逃命杀害乡里百姓的那个巫师。是他，就是他。他就是驻眼呐。本大夫这次来就是要治他的罪。按照陈国的法律规定，屠害乡里应处以极刑。既然他又触犯了族规，本大夫做主，二罪并罚，处以极刑。现在可以施行了吗？按律，应将其五车分尸，用火烧死他，岂不便宜了他？马上施行！施行！放过我吧！求求你们了！住手！等等！我知错了，救救我！先别点火，我有话要说。爹，吴爷爷，各位族老，请问为何要烧死驻眼呢？李耳啊，这个驻眼欺瞒乡里多年，又要亲手杀害同乡的百姓，坏了族规，又犯了陈国的律法。今天孔焕大夫做主，对他处以极刑。这位是孔焕大夫。见过孔焕大夫。你就是李耳。我是陈国大夫孔焕，这次奉陈公之命，特来嘉奖于你。谢过孔焕大夫。哎呀，好相貌，好相貌啊！你就是宋国大将军李乾之子李耳。你满月的时候，我和宋国的相须大夫到你家见过你。一转眼，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孔大夫，我爷爷也常向我说起你。待将这个驻眼施行后，我们到你家将匾额挂上，然后随我一起入朝面见陈公。孔大夫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请您一定答应。什么事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本大夫一定帮你这个忙。能不能放了此人？放了驻眼？对，放了驻眼。李耳，你疯了！他多次害你，差点还要了你的性命，你为何还要救他？李耳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善恶不分呢？驻眼不仅要害你，还要亲手杀害乡亲们呐！李耳啊，你为什么要放了他呀？各位族老，各位乡亲们，这巫师驻眼为祸乡里多年，的确，他也曾想要加害于我，这次更是想要加害乡亲们。按法、按理，都应重惩。可他虽然加害于我，我却活得好好的。虽然他举荐要杀害乡亲们，却并没有一位乡亲因他而死。他之所行，皆属不善之行，而且不善至极。可人来一世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如果他能够通过此次教训，改过自新，改恶向善，将来能够对乡亲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那我们何不饶他一命呢？乡亲们，饶他一命吧，让我们用善来感化他的恶。李耳啊，你真是慈悲心肠啊！李耳啊，你太善良了，太善良了。李耳啊，惩处驻眼是陈公的吩咐，我不能违抗，
陈公之命啊！孔大夫，您刚才说要我进宫去面见陈公，这样，等我见了陈公，一定向他说清此事，绝对不会牵连你的。好吧，这次就先饶了他。如果陈公不同意，再杀他也不迟啊！多谢孔大夫。来人呐，把这个巫师放了，看管起来。爹，谢谢大家，我对不起大家呀，我对不起大家呀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大家呀，爹，李二贤侄啊，我主演做尽了恶事亏心事，曾多次加害于你，其实早就该死。可你宽宏大量，今天还救了我的性命。我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了。我今天对天发誓，我主演若以后再做一件恶事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啊！不得好死啊！李太公，您老好有福气啊！承蒙国君抬爱。这是陈公对你的恩赐，请茶点，收下吧。啊，多谢陈公恩赐。马童，哎，李二哥，把车上的绸缎，挨家挨户的分给百姓们。李二哥，这东西是给你的，为什么要分给大家啊？百姓们遭此劫难，家里的东西啊，大多让司虞的士兵给抢走了，有的人连饭都吃不上。那，可是这，就送给他们吧。啊，好吧，哎，来，咱们把东西抬过来。李儿啊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我还得赶紧回晚秋面见陈公呢。那咱们现在就走吗？对，现在就走。出来时，陈公嘱咐我速去速回啊。且慢啊，丽儿啊，去面见陈公，我们要讲仪表，去换件衣服啊。不用了，爷爷，您呢，就放心吧。好。龚大夫，好，请。等一下，告辞了。李二哥，我也要去。我是去面见陈公的，你去干嘛呀？你去见陈公，因为你有功，陈公才会见你。可我也有功啊，我也要去见陈公。你这孩子，捣什么乱啊？啊，你有什么功啊？我有功啊！如果要不是我把李尔从隐山找下来，他怎么知道村里遭殃了呢？他怎么救百姓啊？这孩子，你说这……孔大夫，请明断。关键的时刻是我把李尔从山上找下来的，你说我的功劳大不大？所以我应该一同去。你就是有功，不过陈公没想让你见他呀。没事儿，陈公见不见我，给不给赏赐都没关系，只要我跟李尔哥一起去就行了。好，你去吧。不过，我想陈公是不会见你的。没事儿，见不见我都没关系，只要跟李尔哥在一起。好，李太公告辞了。好，慢走。丽儿啊，爷爷在家等你啊。爷爷，您就放心吧。同学，慢点啊。慢走。